哎呦哎呦哎呦！哇，吼，哦，最认真的啦。来哦来哦，小朋友，较紧的，较紧的，较紧的！我甲你讲哦，这只船哦有少济宝藏的，啊，不过摕宝藏之前，咱先看头前，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？我是水拿海产王。哦，自我介绍，你是？我是何叶，我是姚红，我是皮牙，我是枝甜。哎，船长，我要来摕宝藏啊！哎，紧，较紧，较紧的。摕宝藏？是啊，摕宝藏啊！啊，金宝箱，敢是弟弟妹拍过来？慢点，我别讲啦，洪小姐，什么代志啊？紧看者。无代志啊，这是迄个吼国家地动在演习的通知尔。演习。嘿，哦，刚才毋是真的地动啊，真无聊咧，或者什么通知要共惊死哦。哎，什么真无聊啦？请问一下，你平常是搞咧做地动演习？地动的是有够无聊，而且有够麻烦的啦。真正。我唔袂惊地动啊。我唔惊，我船仔顶无啥会地动是咧惊啥？不是啦，我甲你讲，台湾哦，定定的地动，所以哦，咱会当透过演习哦，咱才会当保护家己，减少受伤。哦，我甲你讲啊，受伤敢有遮简单？吼，迄大概哦，要伫遐演习的时阵，拢爱遵守一寡规矩。你之前捌演习过无？有啊，有啊，你感觉真无聊无？系啊，对有人讲嘿啊你，哎敢若我感觉无聊呢。不是，我甲你讲，演习吼，就敢若像咧作战共款。你演习若是吼无认真，拄着地动是要安怎？进前咧较认真啊！我跟你讲，进前地动的时阵哦，足侪主倒的，啊，搁有足侪人受伤，所以演习足重要的。我请问小朋友，恁敢知影？地动的时阵，咱做啥物动作？爱心拍落来，爱嘛爱花好在，个保护头壳。哎呦，哎呦，袂歹哦。敢若有道理哦。最厉害的。嘿，若是无物件行好抓咧，安尼咱会当秘伫咧条仔边。地动有一寡保命的口诀，就是拍、抓、栽，咱会当做伙做动作。拍抓栽对，拍就是拍伫咧涂骹。好，咱会当做伙做动作。拍伫咧涂骹，啊，你爱用你的手去保护你的头。嘿，拍。啊，抓就是找一个会当抓的物件，抓的物件就甲你安好。若是有倒啊，咱就立伫咧倒啊下骹。拍抓。哎，啊，搁有一个。栽咧。栽就是咧地动的时阵，伊毋是会害嘛？啊，咱抓的物件有可能会害，这个时阵咱甲抓的物件吼画好在，才会当保护你家己啦。嘿嘿嘿。哦，你看，遐动作是影足无聊的呢。足复杂足无。啊，真正，你若是拄着地动，嘿。啊，就真正边仔就拢无刀啊，拢无物件通啊食。嘿啊。哦，这个时阵咱会当找条啊，立伫咧条仔边啊。哦，头先有讲着。对，立伫咧条边啊，啊，共款的动作嘛是拍的，啊，拍的，啊，然后身躯啊按较低，嘛是啊。你敢知影动作安怎做？足假，还是规个爱拍过安尼哦。拍咧涂骹，安怎拍？敢若哭落来尔，安尼啊？哭落来这安尼啊？无遮含啦，无遮含啦。嘿嘿嘿。无这样无？没有拍抓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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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抓，哇！哦，拍抓仔。安全啦！啊，算了。安全啦！来，不是啊。困去你。是啊，我卡掉的。你搞了解？倒慢。等一下，水里啊，水啊！真正头先水用着咧。嘿啊。是啊，你看即摆是毋是水用着？所以地动的时阵吼，咱要做拄则的动作，啊，搁有一件代志最重要，就是要冷静。所以平常时演练吼，演习一定要好好做，爱定静嘛，你无要无紧，啊地动时你才知影要怎处理，保护家己。真正，阮头先有是迄种心态，真正唔对。啊，后摆演习哦，阮就知影爱好好对演习啦。多谢队长，啊嘛多谢恁啊，迄观念拢非常的正确。对。安尼就互恁来提保障啊！来，准备接招，停来个！台语上咧等，恁仔顶的两个人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作答的人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跋落来进前看有着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答片。若惊险，就赶紧落来休困，爱保障恁就摕袂走啊！准你，我甲你讲哦，
你这只是海贼船，拄好阮这队名叫做海贼王，所以这个宝藏阮一定摕到的。哈哈，就是啊，来我的船顶讲你是海贼王。是啊，阮这海贼王队对啊。啦，你这个队名什么水拿海贼王队哦，对哦。哎，那要号这个队名呢？是要来跟我唱声是无？是因为是。是因为哦，是因为。还没讲完啊。哦，你讲，请请讲，请讲，啊，请看伊的面，讲。亚红，你讲。是因为400当前的时阵，元素节因有来到台湾开垦，因第一个来的是水拿，所以讲阮水拿就是开台第一庄。哦。而且因个是海贼，所以讲阮就是海贼王。是，啊，你会使坐落来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哦，安尼真有意思哦。对。所以恁爱愈拼哦，因为这只船要摕到宝藏无遐简单哦。安怎来摕到大片呢？3题，通啊摕到1题，6题摕2题。准备好啊未？来哦，现在讲，来摕题。准备。当然你的里面摕的里面阿军，不是，金牌，还金牌，什么？对，金牌，对。来几个字？当然你开车的时阵，开车的时阵你爱看啥？大脚，停落来时阵在写，有啥的小物件爱停落来写。青红丁，哎呀，两个字考试进前，你爱做啥物？头饰，哎呦，几个字？两个字。 3题啊啦，3题啊啦。去买物件的时阵，你爱做啥物？立字。立钱，车啊是人足济的时阵，人就这你要创啥？排队，玩家，排队，来几个字？两个字。卡啥？两个字。要打电话啊，惊，互人还啥物？关什么？卡电话啊，还啥物？两个字。哦，165，对，165对啊，无唔对啊。要被创啥？你给我诈骗啦！来几个字？两个字，食饭了后，你会创啥？洗嘴，3包，对。你朋友生日的时阵，你会送啥？哇，哎呀，我几个字？看病的时阵会去啥？病房，病院，海钓。病医啥物？病房，注虾。陈医生，两个字。医生迄个所在，医生。有一些朋友，一些有朋友。受伤的人，急诊，哎呦，来几个字？困难的，几题啊啦？困难无共款的，哇，困难无共款的意思。得病做困难，简单，来几个字？ 3个字内底有袂少侪物件，专家。大卖场，你的大卖场对对，啊。大会场，真正好食。高金涵，哎呦，来几个字？哇，我要休困啊，我要休3困。个字，哇，讲到三，含进啊！袂用的三没有比赛，你不要讲几个字。啊，就家己去摇啊。对啊。赞哦！啊，这个题数哦，坐到我唔知要安怎算啊。啊，规期来复习恁头先讲到上尾的迄个题目。古早人若是要出去的时阵，无想要用行路的，有钱人就请人用迄种物件教人。这种物件。准，真准。来，听你讲看卖。我会讲顶悬的坐一个老太太。你是我会讲。李冬瓜。无爱5仙互1箍，你讲奇怪唔奇怪？有奇怪无？奇怪，你讲奇怪唔奇怪？我感觉恁足奇怪。你有听过无？有三轮车。拢总着着10题，2题大片，非常厉害。来，请题。来，大小量出来，你摕啥？分班，好，搁有。米线，好，来打起你。无手。好，来家。哇，今日第一零的，因足搞的呢。就要有下面好啊，来甲访问一下。好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准备。做火球进步，4位队员爱合力控制球啊大球，看球上尾落落去迄个几号。另外1位队员就要向前踏几步，而且回答出共声母的字。阮的船员卖伫咧珠仔塔内底，甲恁斗相共哦，嘿嘿。哇！我甲恁讲，我知影，头先我看资料，
原来啊，这阵小朋友哦，比赛真厉害呢。安怎讲？台语读册剧场，对不对？什么？听讲有摕到第1名的，这会当讲是这几档较流行的一个比赛。迄是安怎来比赛啊？迄是什么剧？就敢若咧搬戏共款就。跟搬戏个，因为读剧本的概念，对不对？哦，是，哦，所以是几个人的一组，阮是逐个人一组咧做伙比赛，啊是甲读出来就好啊。爱有一寡情绪，甲有迄个表情，表情爱有动作无？嘛是爱有动嘛是作。哦，今日无，咱以前无参，没咱以前就听过呢拢读甲演讲尔。演讲尔。听讲恁最近搁要代表婚林县出去比赛，后礼拜的代志。后礼拜咱个加油一下啊！来，加油！好，即马来到这个关卡，对你来讲应该是袂介困难，啊嘛是难度的提升啦。安怎摕到大片？5个摕1块大片，惊10个2块大片。OK 哦，来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来，好起啦！有时阵会当用头哦，哎，哎呦，你比队长，你的头，队长头先敢若喊伊的头上，是无？一步来，H 是好有啥物事？蛤蟆，蛤蟆，蛤蟆，来，简单来，好起啦！阿嬷，蛤蟆，蛤蟆嘞，蛤蟆嘞，蛤蟆嘞，歹势，又来哦，浪费时间来，啦。好起啦！上工的啦，你莫阁相信队长啊！哎，来紧，嘿嘿，紧，紧，对啦！歹势，H 是好， H 哦，会丢，会长对。会长，哎呦，你 bonus 来啊！听好哦，bonus 一定爱佮咖喱也是加三才有准算哦。来，好起啦！咖喱加三，紧，我因为加加是我食。对，紧，歹势一步，咱是哪有啥物事嘞？那那好，真好，那好，好起啦！那好。第一个，嘿，三波，两波，两步会落是了，来到了这位了有啥物事嘞？老推，楼梯，水，来，赶快个两波，好起啦！好可怜，好厉害啊！几步嘞？跑，小兵，哎呦，两波，两波，那我叫队长掌握到啊，真两 TH 是头有啥物事？头啊，头啊，对。来，好起啦！两波，哎呦，啊，你加油啊，紧！来，哇，过呀，最高胜的呢。两波，不要起来我讲，汤，唔通对。哇，来，较加油的，较加油。行啊，行。快，紧！啊，是，啊，是，是，哦迄甲无共。无，唔是，麻油，麻油，麻油对。好起啦！两波，哎呦，然后两步再。啊，卡掉啊！哇，一步。开始哥有啥物事？树瓜，树瓜对。好，我真正是差分分啊，差一格啦，嘿嘿，我想起来，真正卡伫 N 啊，M 是佮想看卖啊，就其实有哦。好门，头毛，是毋是？阿哥，啊，还有恁大概等去厝的拢会啊，开门。开房，阿哥就是红色的水管，毛灰，草莓，草莓，来哦，开始来交给一块大片哈，算有收起来，请摕。来，大声点，你摕啥？妈祖鱼，好，大起你。哇，
咱已经尽量守啊。对真的不过真正差分分啊，加在有小可卡关一丝啊。还辛苦啊！上尾关准备接招，准备。有话做你讲，身为探险队员，开炮来弹海贼，若拍到两个海贼，就一摆做过机会。我就来看你伫咧时间内会当完成几句。我伫遮祝福你，祝福你永远写袂掉。噔噔，哎呦，竟然是水拿海贼王哦！照你讲，应该是对这大炮应该就弹到是足准的、足熟的。无可能。无可能哦！我感觉哦，因顶一关无甲两题抢落来，就是因失去机会啦。对，这关就看你安怎表现咯。安怎来摕大片咧？两题通摕到一题大片，四题两题大片，准备好啊！来哦，准备卡。开始。看好势哦。哦，我要等一下哦。哦，有派，有派，啊不过你要想看嘛，这里边怎派无准。对。哦，我较等者，较等者哈。还有一寡时间吼。哇，气看高，三粒无？我个收款，你看好势。哎呦，有啊，看头前讲哦。有啊，看头前讲哦。卖看小妹明英玲玲，啊，毋过伊生甲少倒的。哎呦，好，一位。哇，哎，好，来。哎呦，好，一粒。一粒你应该加油啦！较悬一丝丝啊！哇，等者，好，一粒，加油！哎，淡薄较悬一丝丝啊！加油，这就要摕两题哦。差不多。差分哦。哎，有啊，看头前。平常时我阿母若咧煮饭的时阵，我都会帮伊倒切菜。哎呦，好，哦，因真正在一定真好。来，最厉害了。好一个，看好等者，互伊一寡时间。我时间差不多要到。好，加油，还有机会，莫放弃，还搁看。到位。清。哦。好，还有一寡时间哦，还有一寡时间。第秒。给我拍！等者。拍袂掉啦。给我拍！好，差不多啊。哦哟！差一点啊，哈，等一下哈，看好势，瞄一个。来，停啊，瞄一个，对，好，来。有看头前。今仔出门的时阵，我袂记炸锁匙，所以讲我只好困伫咧外口，因为外口伤冷，所以讲我就是一领外。哦，做事修长啊！会使。刚刚一拍咧唔等啊，嘿，嘛是过关啦。哇，都是你这故事就等的。对你是不是想讲，做久了，头前那拢无滚就清，后边搁甲补起，对不对？明白。哪讲？这表示伊平常时的生活语言台语用了真济，伊才法度甲洗倒转来。对啊。嘛是甲拍破鼓励一下。厉害。好，赶快来学习一个扫甲清。阿爸是咧甲人斗开锁的，伊透早伊穿好伊咧做工课的衫，就去甲人斗开锁。去上班啦，这辛苦的啦。是。够有无？我阿母今仔日饲一领衫顶悬的有一个锁匙，顶悬的图，敢若一个锁匙。会用的哦。会用的，真好。可有啊，就这样。有啊，我上介意穿有锁链的衫。有锁链的啊，伊就 rock 的。哦。我穿到外套了后，直接出门，所以袂记锁门咯。哦，袂记锁嘛。好啦，三题一题大片，请提。来，大小念出来，你摕啥？我摕刷尾啊，刷尾啊，刷尾啊。好来再去你。我想着我哇，那你这得康。哇，差嘛。你这得一半一半的机会咧。
吼，安尼摕宝藏的机会可能有限哦，敢摕到咧，现在噶。来啊来啊，来小哥看一下吼，敢若4题哦，我感觉伊能力真有够。佮安怎看嘛，无加一块啊，看袂出来。对啊，嘛要加一块。我看到咱一个希望，因摕袂到希望。恁敢有想要刷位？但有想要刷还是要高平就好啊。高边还是一格一格，让一格安尼？你好轮安田，就好。安尼就使，安尼就使。好，对。好，啊恁尽量啦，手甲放起哩，爱飞超过1空哦。这刷较悬点。来哦，敢摕到宝藏咧，请飞。较大力哦，1空半就有机会啊，收吧。颁奖。哎，你摕到这就欢喜的。安尼1空我跟你讲，我叫恁提起。高铁的票给我摕掉。哇，抓棒！哇，你抓棒来少年。来赞哦，厝这登去婚礼。哇，高铁的票给我摕掉。哎，因两个会晓呢。没啊没啊。楚红看者。楚红看卖好不？来，注意安全啊，注意安这里全啊。两个冇小崩哈。哦，洗一粒哦。这里。哎呦，啊，这句话讲出。这里。你看这里。啊，哎，我那句话出去婚礼，好拜拜。当出等来，当出等。我们这几个偷刀来来，哎，这厉害呢。哇，最后嘛是叫恁摕到宝藏，啊，今日参悟落来心情啥款？我感觉讲这是一个，这无共款的体对。哦，真好，来换你。什么就是想法？感觉会当和我的班男语更较好。台语愈来愈好好哈。赞哦。这个活动我感觉真新鲜，所以讲若是有机会，我嘛会想要去参加一摆。对啦，感动。你讲因的恁的就是这个，你2年。你2年啊？哦耶，你咧？因弟弟来啊。我感觉最趣味的，因为有足侪关卡会当耍。哦，真好真好，希望恁继续研究，继续讲，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上爱台语。是啦，恭喜啦，再会啦，我心爱的活力抓棒。